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聖經故事五餅二魚嘅故事。上次我哋睇到呢，有龐大嘅群眾呢係跟隨耶穌嘅，咁佢哋去到啲偏僻嘅曠野呢，就冇食物嘅供應嘅。咁門徒呢為群眾擔心，就同耶穌講呢，不如叫人群散去，叫佢哋去附近嘅村子買啲食物啦。咁耶穌呢就挑戰佢哋嘅信心，就話：你們給他們吃吧。咁門徒聽到咧就好費解啦嚇，佢哋點有能力啊？從人嘅角度睇，佢哋點有能力供給咁龐大群眾嘅需求呢？咁佢哋就同耶穌講咧：我哋只得5個餅同埋2條魚嘅咋。咁耶穌咧就話：好，你將呢5個餅同2條魚拿來啦，咁樣嚇。咁佢哋咧將呢啲微小嘅資源咧帶到耶穌面前。咁耶穌咧只係簡單地説咧：拿過來給我嚇。咁呢個講俾我哋聽咧，無論我哋擁有嘅資源咧係多麼微小、多麼不足、多麼嘅寒酸啊，只要願意交俾喺基督嘅手中咧，佢就能咧使之成為祝福眾人嘅工具嘅。嗱，耶穌攞住呢5個餅同2條魚咧，就望着天祝福嚇。耶穌基督咧喺世上嘅一生咧係禱告嘅一生，佢係不住地禱告嘅，佢獨自禱告啦。同門徒一同禱告啦，佢為人禱告啦，佢為事物禱告啦。喺作出每一個重要決定之前呢，喺佢生命嘅每一個關鍵時刻呢，佢都特別禱告嘅。甚至喺十架上啊，剩翻最後一口氣嘅時候啊，佢都係用嚟禱告嘅。耶穌呢係喺禱告中離世嘅。咁而家呢喺呢個用微薄嘅資源嚟供應龐大群眾嘅需要嘅時刻呢，喺呢個歷史性時刻呢，係要行出呢個曠世奇蹟之前啊，佢呢係再次向天父呢舉目望天，獻上感恩同埋祝謝嘅。咁呢個舉動呢，俾我哋一個至高嘅榜樣喎。無論我哋手中嘅資源呢係多麼有限，無論我哋面對嘅需要呢係多麼龐大，我哋應當呢係先嚟到神面前，獻上感恩同讚美，承認佢係供應嘅源頭。嗱，約翰福音6章11節講，耶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就分給坐着的人，也同樣分了魚，都照他們所要的來分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繼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